就出到珠江啦！好似係日本仔啊！あの核勢を攻撃せよ！班日本仔定仆家產嚟嘅！跳橋下ろせ！開快啲啊！過去！スナイパー！あちらに！去死啦，蘿蔔頭！冇事啦，太好啦！我哋有救啦！好似發生咩事啊？所有戰鬥人員即刻向天字1號碼頭集結撤離。重複，所有單位不惜一切代價，即刻趕往天字1號碼頭。此為最後撤離窗口，如期不候，務必保持建制。日軍即將發起進攻，所有人員立刻撤離，立刻撤離！海中強小隊全員玉砕。南方ビル屋上敵狙撃兵確認。了解。究竟在哪方？白晝之前在夜晚路毫無光輝普照世間上，漫照着平庸，又照着漂亮，無影千家人共享。南風今夕風過。一片
逢